有51个男妈，都爱我，我不缺女人呀。男妈是什么？男妈是爱我的女人。我看看51个。你把他们叫过来，还56个呢，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吗？56个民族，56枝花，56个妹妹都爱钢尺八灯。我就一个一个的来，你看一下啊，一个一个的，这个是一个。来，你们叫过来，我看看。这个是一个，你问他你是不是钢尺八灯？来，我看看，让他来，我看到，我问问他们爱你什么到底？你有什么值得问爱的？身上一股牦牛味儿，都是爱上我的，发誓我一个一个的。我问问他们爱你什么？肯定他们爱我，他们为什么不爱我？发誓，你问他。来，你让他们上来。哎，拉错，嘎嘎，亲爱的。哎，宝贝。你是不是我的亲爱的？是呀，怎么了？你看嘛，这样有51个呀，我不缺你一个人。妹妹，你爱他吗？当然爱呀，他怎么可能不爱嘛？你爱他什么？真的是爱他的才华，有趣的灵魂。还有呢？有呀，他们都互相知道，他们都爱上我。除了外表、才华、灵魂，还有什么？还有他对我们好呀。他对你们怎么好？我实力大的很，对不对，亲爱的？你别说话，让拉错说。他是平时怎么对你好的？就是嘘寒问暖。人品话呀，我。看来还是用嘴巴哈，看来就是确实人不行。那好呀，就是他和你进展到哪一步了？可以牵手的那一种。哎呀，港池，我就说你不行吧？你和你51个妹妹都只牵手啊？不是，就我们其他的我不知道。哎呀，港池你也不行啊，港池干瞪眼儿啊！什么干瞪眼呀？你是不是对每个妹妹都只能干瞪眼咽唾沫？不会干的哟，我给他们得下这了呀。你也得不到啊！原来你一个都不是你的呀！对，不是，我一个人，我不会找到女人。对，你看看，妹妹，听姐姐的。找个好男人，该结婚结婚，该生孩子生孩子。这个港池给不了你想要的。主要是我是最小的，所以只发展到了牵手的这一步。那你憧憬跟他有接下来的步骤吗？憧憬，非常的期待我。你跟他说过吗？说过了呀。肯定说过呀。然后他怎么回复你的？他说等你再长大一点就可以。对。你多大了，妹妹？我21。他恐怕他的意思不是说希望你再长大一点，因为你也不小了。他的意思可能是我力不从心啊。不要乱说话，不要乱说话。滚！不要乱说。高高。就怕是俺鼻子够的。我呀。我呀，高高，这人多。我给不是不走了。我呀。我呀，高高。하루 잠못 놓치 센。原来就牵人家的小手啊！我一天牵108个。你有吗？你有51个男朋友有吗？真的是。不就牵小手吗？我108个。人和人实力不优秀，我觉得这个牵这个东西很小意思。如果呢没有人的话，钱怎么赚呢？如果你的钱再多也没用呀，对不对？开始为自己洗白了。我这个港直8点51个男嘛，有51个的实力。你这边有吗？男朋友一个都没有，
所以你有什么实力？所以就你实力拉拉逼逼的。来，你把雪条打过来。真的是。你有什么实力？来，你把雪条打过来，来，我看看你有什么实力。多吃饭呀！你过来。打一个热气球，兄弟们！你过来。打一个热气球，热气球。我的血条出来了，你的血条进哪了？去哪了？你的血条去哪了呀？你的血条去哪了？200票，你嘚瑟什么？杨谢兄弟，你100都没有，10个都没有呀！你血条，真的是。我跟你说，我怕。八的有的是实力，有的是那么，知道吗？你谢谢我听风哥，感谢听风，哎呀，感谢我听欢哥，你有吗？有呀。我告诉你，我就喜欢这种有实力的大哥，人狠话不多。我就喜欢有这样的实力的美女。哎呦喂！你有吗？你有吗？哎呦喂！来，家人们把血条给他打过去！闭嘴！你闭嘴！你闭嘴！你看你的血条，你不会看吗？你不会看吗？你眼睛歪了吗？这样人了吗？你眼睛歪了吗？真的是血条都不会看吗？你没有资格说话呀！谢谢我哥，闭嘴！没有资格说话呀！你闭嘴！你眼睛歪了吗？你眼睛歪了吗？你看不见血条吗？见呀！啊，不认识数字吗？你有什么实力跟我说话？打你的实力我随便。给我听风哥点点关注，谢谢听风哥。我这个钢尺八的打你的实力有，其他不知道。你不要吹牛，你拿什么打我？你不要吹呀！你什么零件你都不行。别你妈！你哪都不行。哪个缺的个子？你也就只能牵人家小姑娘的手。感谢土哥，谢谢大哥，谢谢大哥送来的私人飞机。闭嘴，闭嘴！过家城！我跟我讲个妈的些，别你妈的都起来了，哥哥姐姐们，过家城！起来了，些嘛！你这把输了怎么办？闭嘴！我们打 PK，就这把，你输了怎么办？打 PK， 但是没有实力，不要说话呀！你输了，你承认自己不行。我怎么可能输了？我的血条5000多，你的血条2000多，你眼睛瞎了吗？你既然说你输了，你敢不敢承认你自己不行？敢承认呀，输了的话做惩罚呀，肯定。你输了，把你那51个老婆拉上来，能拉几个拉几个，亲自告诉他们我港式。可以拉51个老婆吗？疯了吗你？拉10个，拉10个拉不到，拉5个，最多9个人一起打 PK， 知道不？感谢听风哥把9个拉上来。可以呀，没问题呀。好，你输了，今天晚上我让你做什么做？接了，加成了，家人们，血条打过去，就是现在。你妈了个的！没有血条，加成时间，所有票都可以翻倍。闭嘴，闭嘴，闭嘴！现在你没有资格说话，知道不？谢谢猫猫哥，没有我就有资格。没有实力呀，你说什么话？你闭嘴！家人们，血条打过去！谢谢清欢哥，我有娶我回家，你有吗？我有大哥要娶我回家，你有吗？一笑你我不气呀！你玩不起，你有娶我回家吗？你没有。血条打过去，让他闭嘴。我不想理你，我是烦死了，我不气呀，兄弟们，那个女的，反正我不气，烦死了。我要拿票，4000多个票，家人们上！哒啦哒啦啦当哒哒啦哒啦啦当哒。哦。蹦沙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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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啦啦哦啦啦。哎，你会不会唱《我是一只小小鸟》这首歌？会唱呀。唱2句我听听。先你唱1句嘛，你叫我嘛。我是一只
小小小小鸟。那是我的盛饭吗？你先告诉我你会不会唱。你叫我的话，我会唱呀。好，那么接下来把你那几个老婆，10个老婆能叫来多少叫多少，拉上来。拉上来你干嘛？拉上来以后，你对着他们唱《我是一只小小鸟》，这就是你的惩罚。来。好。哎。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哎，亲爱的。哎，宝贝。把我们的亲爱的心中的那些女人，能叫多少就叫嘛。找过来吗？对，叫过来。哦，这个妹妹好大气哦。高健哥看完了再去洗漱嘛，先看。他当着这个妹妹的面说把其他的女人全弄上来。他们都习惯了呀，已经知道，他们互相知道，他们都世间和平了，现在。他们都已经和平共处了。对，和平共处了，他们不会吵架呀。你多大的魅力啊！我魅力大得很，高得很，你不知道。好，我希望你一会儿能对着这些妹妹深情的唱：我有一只小小小小鸟。我有一只小小小爱女。其他老婆都现在忙得很。对，他们都在忙线。其他老婆在忙着跟别的小哥哥聊天吗？这个你不用管，你不管的。先拉上来，你能拉几个是几个，你快点。继续，哪怕再来2个都行，快。可以，2个没问题呀。可以，来。2个没问题呀，真的是。3个女人一台戏。哎，你咋激动嘛？那个是拒绝，真的是。别生气。他是不是已经移情别恋了？看不上你的嫌弃你？兄弟们，这个找我说一下嘛，这个和那个江大那些找我说一下嘛。不可能就一个吧？就是不可能就这一个吧？不是51个嘛？我有一个老婆叫小次，她来了的话，小次哦，小次说一下嘛，兄弟们，小次小果儿还是小次哈？小次佬儿。咱们点点关注，亮亮灯牌哈，赞点一点，谢谢大家。你能听懂啊？听懂吗？就这个你骂了总到底什么意思？听鹏哥。骂了总那是我的一个优点，你不知道。你骂了。哎，都在玩 PK， 都在玩 PK。都在玩 PK 吗？对。欢迎我百川。一个来了，一个来了。你看嘛，这个是一个。哎呀，你好。不是，这个个怎么都长得旺夫相啊？你是不是我的奶妈？这个是。对。奶妈。奶妈就是我的干肉亲爱的。奶妈是什么意思？媳妇儿，媳妇儿的意思。你也是他奶妈？对呀，你看我都贴着他的照片。真的是。还有我多得很，我有51个，他们都互相知道。再来，继续来。阿桑，继续来。继续。我拉你。没了。来个男的干什么？我不要男的。还出来的。哥哥家。这干嘛你没有心态些啊？好。你那么同情那我这个家么我不相信，就你得了别你妈了，这他妈要听。好。你看嘛，这个江大拉西也是我的奶妈，这个阿桑也是我的奶妈。等一下。各位小姐姐们，你们都爱这个男人吗？爱。我们一直在抢他。你们爱他什么？爱他长得帅，帅气好，唱的歌也好听，然后就是哪都行他的。哪都行，你确定？哪都行。巴士他们都爱我。对。他也贴着他的背景墙呀。你看他背景我贴着照片都是他。这不是天天想把你送走吧，港子？都把你挂墙上了。把你挂墙上了，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一个男人什么时候才能老实吗？就是挂在墙上的时候就老实了。你看啊，这也是我的老婆。不是，这怎么一个比一个好看？你凭什么？凭什么人家有长相有身材呀？没办法呀。这也是。那他们知道你有一只小鸟吗？你看，还有我来了一个，也是我的男，这两个都是我的男嘛。发誓。你们都是他媳妇儿吗？对呀。说，全部说。对，是的，是的。我是他的第53个。不是，你们到底图他什么呀？图他人品好，图他的人长相。你们都发展到哪一步了？他们都互相不吃醋，我跟你说，你想什么都发展了？他们都互相不吃醋，他们都互相不吵架，平平安安、孤孤单单的我们生活。你们有没有给他生过孩子？2个生过。哪2个？举手。不告诉你。不是。你那么想问的话，有实力来说。你确定是你的吗？确定是我的都是。你怎么确定？我那么多有媳妇，所以就我这哥哥的老婆不爱我了，知道不？我跟你说心里话，今天晚上。不是，真的有点不太理解，家人们，我真的不太理解。还有后面多得很配对，正在配对这样。不是，还有就是好多人在追他，还是都需要排队的，真的好多人。80多个女人，我根本就没有理。100多个女孩子喜欢他呢。我做他的媳妇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已经很荣幸。我也不让你们吃，我也不让港吃唱歌的，没有意思。来，每个媳妇儿表白1分钟。就是夸他都哪儿好，哪里征服了你们。用藏语的表白啊。不行，用普通话，藏语我们听不懂。来，跟他表白，哪个先来？江大拉西，亲爱的。我特别爱上你，你也知道。是让女孩子跟你表啊？要女孩子跟你表，每个老婆都要表一下，要说出他们。每个老婆都给我表白。对，要说他爱你什么到底。这是你有实力来说话，凭什么表呀？你说了呀，这是你的惩罚。哦。来，每个老婆表一下。呀，所有的老婆给我表白一段一段。从小字开始吧。好的，半大在哪个手里？谁先来？小泽林来是吧？转给一小。港吃你放大，你来。我放不了，你放。不能一样啊，每个人都要说的不一样啊。我这边的。好，小次，亲爱的，你拜拜我。要发自内心啊，不能虚情假意。关机。这样。可以喝口水吗？不是你亲爱的什么？妹子，你长得这么好看，你到底图什么？哦。刚刚。哦。自从你跟我说我的额头，自从你跟我说那天。自从你那天你看着我的脸，你跟我说我的眼睛和额头你特别喜欢，我那个时候真的发自内心的特别满足，而且我特别高兴。哦。我真的就是说，我前面就很喜欢你，后面我也知道你喜欢我了之后，我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但是我没有表达出来，因为我怕你抛弃我。好的，你知道吗？好的，请。真的，我不太会说一些很多那种情话，但是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说，你人品很好。好的，亲爱的。你身高又高，你长相又帅气，康巴汉子的那种帅气。真的，我好喜欢，发自内心的。
我想跟你有一段长长的恋爱，我想跟你过一辈子，我希望下辈子还能遇见你。好的，亲爱的。嘎嘎，我爱你。好的，谢谢亲爱的。希望嘎嘎不要抛弃我，我满眼都是你。不会的，你放心，亲爱的。我表白完了。哎呀，这是拿什么给鬼迷心窍的？就夸夸额头好看，眼睛好看，这就满足了。这个你不用多关心，真的。西藏的女孩子太单纯了。亲爱的，说。好的。就是宝贝儿，利用这次机会吧，然后我想跟你说，第一次遇见你的话是在拉萨的店里面，然后对，你当时穿的藏装，然后拍了一段视频，然后就觉得那个时候你非常的帅气，然后又口才又好。后面机缘巧合吧，算是你来到甘孜表演，然后我正好也在甘孜跳舞，然后咱们见过面了。对。然后在你在台上唱歌的时候闪闪发光，然后彻底的征服了我的心。那后面就慢慢的开始连麦啊、打直播啊那些，我就真正的确定了我自己的心意，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好的，亲爱的，好的。我不听了，这哪是对你的惩罚，明明是对我们的折磨。来，妹妹，后面的妹妹可以了，我不想听了。我现在一个字儿都不想听，把港式放大来，给我唱《我是一只小小鸟》，快点儿！你唱之前先说一句话，各位妹妹们，其实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优秀，其实你就开始唱《小小鸟》。小小鸟，你叫我呀！你唱之前先说一句，各位妹妹们，其实我没有你们想象当中的那么优秀，其实我有一只，你就唱。我有一只小小鸟，我其实没有想象你们那样的要求。把它唱完。给我一只小小的小鸟，我是一个小小鸟，我其实没有你们想象的那样的优秀。我怎么飞也飞不高。唱。我要怎么飞呀飞不高。然后你再问妹妹们，这样的我，你们还爱我吗？妹妹们，这样的还是我，你们还爱我吗？爱。妹妹们，你们图了什么？他又油腻，他又黑，他又胖，完事他还是一只小小鸟，他还长了个山羊胡子，他身上还有味儿。见过我，他们都现实见过我，我是什么怎么白怎么瘦怎么胖，他们都现实见过我，你没有现实见过我，所以就会感觉黑一点胖一点。他比直播里现实中帅一点，真的现实中好看一点。你们都鬼迷心窍了。其实我们也不光是看他的表面，我们看的是他的办事能力啊，或者说是他的逻辑。他有什么能力？他人品好，他一点能力都没有。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唱歌特别好听。真是鬼迷心窍。你看我发生那些是像个印度美女一样。我想问一下，这些美女哪个美女会唱《鬼迷心窍》？啊？你们中间谁会唱《鬼迷心窍》？谁会唱？都不会唱《鬼迷心窍》。鬼迷心窍谁会唱？不会。他们都不会啊。
没关系，妹妹。唱歌跳舞厉害的很，其他。我建议你们回去啊，听听李宗盛老师的这首《鬼迷心窍》。我希望你们能够早日跳出泥潭，回头是岸，及时止损。真的，不如这样，我给你们读2句《鬼迷心窍》的歌词哈。你们真的，我同是姐妹为你们好啊。来，李宗盛老师的《鬼迷心窍》。那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参加一笑？我没有被鬼迷心窍。来，听，是鬼迷了心窍也好，帮我点赞一下。是前世。这首歌也不适合呀。歌曲不合适呀。算了，总而言之，不要被鬼迷日眼。鬼迷日眼什么意思？我的媳妇们可以休息吗？你们之间互不互相争风吃醋啊？不会。我们很和谐，对，很和谐。很和谐。对，我们很和谐，很好。一家人不说娘家话的那种。对，他偶尔来看看我们就行。偶尔来过去找你吗？对，那个要人的，就是1个月才能来一次。1个月来一次啊1个月不是1个月，几个月能来一次？几个月来一次啊？对，因为女生太多了，50多个美女。谢谢关注。然后他每个月来一次，每个月来一次，然后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呢？带来开心。怎么开心？情绪价值。只提供情绪价值啊！他们吃的、喝的、穿的，我都要带，真的。而且他会带礼物，我们需要什么他都会带来。对。感谢车总送来的礼物。现在我们所带的身上这些都是他给我们带过来的呀。你看嘛，他们身上白色、红色那些都是我给他们的呀，真的。港赤里面有2个妹妹给你生过孩子是吧？对，我这个今天我是不告诉你。哦。而且孩子恭喜啊，长高了，真的。佩服，我无话可说，我真的你赢了，港赤。你是人生赢家，你是最成功的那个男人。肯定的。佩服，优秀，妹妹们。接下来我想嫁给你。感谢车总送来的私人飞机。那如果说我要加进去，上面所有的妹妹你都要休掉，你愿意吗？那这个不愿意，真的。我这个人我比较喜欢吃醋。一起伤害能力大吗？还是你一个人伤害能力大？肯定是他们一起伤害能力大呀，我就不会伤害的。就是你不愿意为了我伤害其他妹妹。不会伤害。人多力量大。如果你愿意跟他们一起在一起，互相不吃醋，这样想带的话，我可以嫁给你，我的奶妈。我才不是你的奶妈呢。现在不是，我知道，现在不是你我的奶妈，以后你可不可以你好好想一想？我没有什么可想的。了解一下。妹妹们，真的，你们一个个的，你说又像迪丽热巴，又像你看各大明星都在这儿了，长得都多好看呢，图什么呀？你们不想先生呀，真的。那你们不想找男朋友嫁人结婚吗？感谢车总，再不用送礼物，兄弟。我们有他就够了，2个半天就够了。他们几个月才来一次，你们不孤单寂寞吗？不孤单呀，他们不等我呀，真的。不是，有心在拉萨都给我们打视频、打电话，每天都可以。对。还有我们有个群。你们还有个群，家族群啊？对，家族群里面60多个人。现在有家族群里面60多个人，男的只有他，其他都是女孩子。对，都在。他每天在群里面说什么？群里面说亲爱的宝宝们，
你们晚上好好吃，好好休息，不要乱吃东西，不要乱跑。自己的小孩吧，好好自己责任一下，亲爱的宝贝们。我有空的时候好好转一下啊，宝贝们，晚安。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我的天哪！偶尔我们还会在群里面打视频。你们搞个51宫格吗？不是一个女的，加我起来的话，总共有52个人，不是一个都是女的。真是56，你搞56个呗。不行，搞个108好汉。差5个，还有差5个，你可以参加的话再差54个嘛。不是，这不就是所谓的后宫佳丽3000吗？你过上了皇上的生活呀！人有优秀呀，人有才艺呀，人有这个实力有嘛，养得起呀。我51个老婆，我随随便便养得起呀。我赚一天演出费。你分别记得他们谁是谁吗？有没有被你忘掉的？不会忘的，不会忘的。他们都每个都有号，1号、2号、3号、4号有。还排号啊？哦，肯定有呀。注意身体哈，我服了今天。注意身体，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呀。长命百岁。好，那接下来我要抱住你，你就站起来，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凭什么？凭什么？你输了就肯定做呀。我赢了呀。你不会赢呀。我赢了呀。你想多了呗。老师，他的意思是再打一把，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2个再打一把，我会赢的。让你做什么你就做，站起来。用来站语。打个榜5榜10加总榜，赢2项就算赢。榜5榜10。对，榜5榜10加总榜，赢2项就算赢。榜5榜10加总榜，这个是暑假来定，我们老规矩来的。暑假来定总榜加起来，榜5榜10。只打总榜吗？对，我是暑假，打个榜10，我说了算呀。打榜10。榜10的话，这么多媳妇一直上一个跑字，你肯定输了。榜10打的话，肯定。对呀，你这么多老婆，你害怕跟我打榜10啊？这个我不怕，这个太复杂了。我跟你说，你51个老婆，那可以打榜51了。我们2个总把打，我输了嘛。我们2个还是老规矩算，暑假来定。哪里？他要穿帮了。来，哥儿姐们，哎呦，哎，亲爱的宝贝们，哎，你们过去等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今天晚上翻谁的牌子？这个你关你屁事。好的。宝贝们，来，所有兄弟姐妹们，老公一会儿过来啊。好，你们先退出去。我的妈耶！那你一会儿要再输了呢？你看你的宝宝们还对你依依不舍，你看这眼神拉丝了都。得罪。哎呦我！哎呦，这些女孩子都什么审美呀、什么品味啊？比你聪明多，比你优秀，比你干净。我喜欢18岁的小蝈蝈。这8岁的也有，20多岁也有，30多岁的也有，各种各样的有。你吃醋个嘚儿！我吃个锤子！你吃什么醋呀？来，用声音说话，开始。等会儿。什么等会儿？你输了干嘛？我输了，你定什么惩罚？我做得起呀！我前面刚吃8点，我不记得惩罚哪里做过。让你干嘛你干嘛，好吧？可以呀。给他最后一次报仇的机会，家人们啊，给他最后一次报仇的机会。你要再输，你就不许再找我报仇了。再输了的话，我也不会打你。我就走了。行，来最后一把，咱们清个钻，好不好，哥儿姐们？给他最后一次报仇的机会。哥哥姐姐们，咱们清个钻，谢谢大家，辛苦了。打个总榜。总榜 OK， 没点光点关注啊！来，哥儿姐们，咱们清钻，最后一局，最后一把。好，3。等会儿我这边卡了，你连过来。
哎，好了好了，可以了，我连10分钟了嘛，2、1，闭麦。大兄弟们，来，哥姐们，最后一把了，给他拼！别你妈的拼！直接压苦，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别你妈了，怎么一动啊动，这个破烂的叫个在了送这个集团这个热气球，一人一个热气球，走起，兄弟们！比他还好玩，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哈，谢谢。来，起来就起来，你不会让我跟你表白吧？不用。太好了，吓我一跳。我说你给我冒犯一下就可以了，知道不？你说。温柔一点说啊，感觉生气的那种不要说啊。不要用藏语哈，我听不懂。肯定用藏语，我的粉丝都是藏族人呀。我听不懂啊。听不懂没事呀，你做惩罚呀。那么你粉丝听不懂普通话吗？我粉丝听不懂普通话的多得很。你说。过去往后退一点，手不要靠在那里。啊，话筒拿过来。刚吃把丁盖呀，俺叫给么写入而且。刚吃把丁。盖鱼。俺去给么写入而且。没去给了没写了估计。你假装不知道，真的是。不是，我真听不懂。我发誓。俺去给么写入写肉blue 嘛的肉 blue 不是 blue。你好好说嘛！你在说法语吗？本猪萨绿。刚吃把丁。盖鱼。俺去。马去。那么写肉。嫣然，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当我的爱人？滚！你骂了走，好好做惩罚，过去。你骂了个走。啊！刚出把丁。俺去那么写肉去。那去那么写那么久。那么写那么写那么，不是写那么写那么。写那么久。你不会说吗？你骂了个中。不是骂了个中。其他你不会做惩罚，过去。拿两个东西，重重的东西，手里拿过来，跳扣开一，站起来跳扣开一。你不会说的话，烦死了，真的是。不是，给我放音乐。两个手，左边拿一个，右边拿一个。5斤啊，最少5斤啊，一个东西最少5斤的东西。这个可重了。你想个办法。我爱死你了。我不爱你啊，真的，我不愿意啊。我有那么多。我好想把你放平到地上，踩踏蹂躏啊！你放屁！我把你摁到地上，我狠狠的踩你。我爱死你了。俺可就那进不了，还过的拉过来吧。拉过来吧，你骂了个中。你拉过来吧。不你妈了操！拉过来吧，你进不了就你进不了。你进不了。走吧，去走吧。你走吧。去走吧，拉过来吧。你就那个人走吧。你妈了操！你骂了个中。俺去干么的？你看穷对不对？
这是给看着的，那你去阿里怎么真还高的？俺那过去，热狗轮把么真？妈了个冲肯定！我金矿破些么些轮把这些这些不免个工的哟，连眼瞧下子。龙妈了个就笨猪，妈了个笨猪球 ，Let's go！ 你又开始骂人，你这次不是说骂了，你骂了这里呢，觉得吗？不是刚才给我翻译的那个大哥呢？都他们问哈嘛，咱们个别你妈了。听风哥，你给我翻译一下，听风哥。我跟你妈妈说，第一个你没有实力，第二个你没有才艺，第三个你腿上面没有肉呀，都是骨头呀，有什么好用呀？真的。所以就是热狗两把俺瞧那么贵。你好意思说我？哎，我肉少，至少我有，你有吗？别说什么小小鸟了，你马上你都消失了。我这个，你这有什么用？我手比你的腿，我的手粗一点。你为什么你的老婆都说你只能牵牵他们的手，因为你不行。因为我不行的话，50个老婆能找得到吗？Zero。50个老婆就生了2个。不告诉你，就只有2个给你生了。我不告诉你，凭那2个也不一定是你的。热狗两把就看。热狗了这，你妈了个你妈了个钟！这啥？这什么的？这个还过？呀是个去嘛，去咋嘛？你发电机坏了！你发电机坏了！去嘛，下蛋嘛，去咋嘛？开叉了，开叉了！啊嘛！你这过这个这开叉的，哪里个这个这个上就咕噜，上就咕噜，咕噜地，咕噜地，咕噜地。哦是。叫爸爸，你日干下叫爸爸干什么？怎么给他连眼？那2个肯定不是你的。就早把看了。你哥哥和你嫂子的也不是你的。都不是你的。干了死了过来的地。叫一马人子来，老子个这个就给他干了。那叫怎么人？老子数到3。你给老子爬！滚去！这你妈了走！你妈了个钟！对你中了。你没有中。对你中了，你早就中了，我知道。你没有中。你他妈帮上50个人关注下，帮上王哥，帮1个帮2帮3帮4。没有给嫣然点关注的哥姐们点关注哈，没有给我亮灯牌，谢谢大家。啊，听风哥他开始骂我了，他什么意思啊？他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啊？听风哥，什么意思？我说的不用王哥，我给你翻译呀。你说。你赢了的话可以翻译啊。你没有实力，你不用听啊。没有实力的话，我压根不想赢你，给你上票的都是你那52个媳妇儿，你有什么了不起？只有2个媳妇，其他都是我的大哥。真的，你不相信，我给你截屏给你发。只有2个媳妇，2个老婆，其他都是我的大哥呀。哦，你大哥是这么想的，都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支持我呢，你知道不？因为他想跟你有福同享。对，因为我这个刚吃饱的老婆多得很，这个可怜的很，这个人品好的很，那么多老婆养来养去，那么对好，所以就这个刚吃饱的人品好的很，所以就支持我呀。不是，他是在想，钢翅板凳是一只小鸟，他都有那么多老婆，反正他有那么多老婆，他也没有用啊。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好兄弟没有用呀。好兄弟的话，有福同享。什么福同享？有福同享。福同享什么意思？有福同享的意思就是就是你不行，但是我很行。
哦，你喜欢同性恋那种？我是带你家大哥说，你这大哥心想他不行，我很行。你应该大哥会想，反正他也用不上，还不如我来。钱多了。真的是，我买个老婆的船上面有个监控，知道不？你好变态呀、你还安监控监视你那些老婆？你好变态！你怎么你自己不行，你还监视人家？你还安监控？我是一个老婆，随时都手机里面连在手机里面监控按了。你好变态呀！你病！你好变态！你好病！不是你50多个老婆，你只有2个老婆给你生孩子，你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吗？他们真心想真心我，所以生了。你可以去查一查，到底是不是你的？真的，我作为你的朋友，不用查，你跟我们的中间，你不要吵嘴，zero 嘛，瞎逛嘛，不要吵嘴嘛，别吵嘴子。你妈了，天天你想吵嘴，我知道，我这个刚出版的人品不会变的，变不来。我们我亲爱的那些老婆和嘎都在一起好好共事后，是不是你中间吵嘴？发誓，吵嘴做的不是你自己想一想，港赤，你52个老婆，只有2个老婆能给你生孩子，那证明什么呢？是你的原因还是他们的原因？爸爸妈妈，你不用那么问清楚呀。什么？你的爸爸妈妈？你是我的爸爸妈妈，你是我的妹妹吗？什么？你是我的老婆吗？什么？你问那么多清楚干嘛？翻脸了，变脸了。你不用问那么多。嫣然，接人不揭短哦。接人不揭短，对。好了，港赤，既然你心中都了然了，你心中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我很同情你。今日不揭短。对，今日不揭短，你给我吵嘴就是今日不揭短走来的兄弟们。对，好像是。你没事找是今日不揭短，真的。哎，你老婆来了，你老婆生气了，你老婆说不要再挑拨离间我们了。不好意思哈，兄弟，那个姐妹们，我说的不是你们。姐妹们，我什么都不知道，姐妹们，我什么都没说。姐妹们，你老婆来我直播间了。啊？姐妹们，我说的不是你们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啥都不知道，我说的也不是你们，真的。你老婆来我直播间了，生气了，吃醋了。几号老婆？我怎么知道几号？好像是38号那个，好像是对38号。看你声音，真的。哎，他凭什么？朱哥，你能不能？哎，直播间的哥哥们，你们是男人，我不太懂。他凭什么？他凭什么52个老婆？你管你什么？真的是，管什么嘛？38号老婆过去了，说对兄弟，38号老婆昨天他给我打电话了，他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了，过几天又去成都做个检查说了。我说最近我忙得很，我们2个7月份可以去说了。他说7月份天气太热了，怎么办？老公说了，我说的要不然我们2个等一会儿9月份年底可以去说了。他说好的，老公你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说了，好的说了。她怀孕啦？有可能了，38个那个，38号。怀孕了不赶紧带她去检查一下？她现在痛的不厉害说了，就一点点，这边背后和头那些一点痛说了。你有方便的话跟我一起去成都检查一下说了。我说现在我有点忙，我们2个7月份去说。他说7月份太热了，我不想去，我们2个9月份去可以吗？说了，我说可以说了。
你最好是查查 DNA。7月份不方便，可以查呀，长途是等会儿长的线。7月份不方便，最好9月份去。现在才1个多月，要不你查一查吧，港赤，我作为你的好朋友，为你好。7月份不方便，最好9月份去。我不知道你跟我做个好朋友吗？还是你给我做个女朋友？我不知道你到底目的想什么，我现在真的是分不清楚。因为你受的伤害太多了，我不想再让你受一次伤害。我没有伤害，我已经习惯了。如果这51个老婆全部一起跑走了的话，我都无所谓。是会爱上你。好，兄弟，我敬你是条汉子。兄弟，真的，好兄弟，我敬你是条汉子。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能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的。人就是越放松越长命百岁，不会放松，天天生气，生来生去，生来生去。风俗不是汉族观念，是的，竹哥，当地的风俗哈，我有时候真的无法想象。这样吧，就是回头你挑一个，就确定是你真正的孩子的，我可以送他一个礼物。但是确定好了，一定是你的亲生孩子啊，别人的我不送啊。我送他一件礼物。你送什么？长命锁，纯金的。可以，它叫绝把灯针。但是别人的我不送，你先检查检查，挑一个真的是你的。可以，可以医院里面去，可以做个体检。可以。你现在就是说，你认为你觉得有可能是你的，大概有几个？感谢朱哥。有可能是我的，大概有16个。不会到最后这16个一个都不是吧？这8号的那个先生。他的肚子现在就是这样。这不是节目效果。这不是节目效果。我看看那个肚子。唉，这真不是节目效果呀。这是真的。确定那个是100%是这个是确定是我的。你放在你脸旁边，我比较，我看看。把你和你的脸放在一起，和你的脸，你还是去查查吧。你还是去查一查吧。不用查，这个我放心。这个我感觉你还是去查一查吧。这个确定是我的。这个100%的，你去查查。这个也是确定是我的。不用查。他怎么就那么确定呢？真的，确定的有8个。你查过了没？确定的有8个，你先听一下，100%是我的有16个。不要那么有自信，真的。男人听我的，自信，男人最好去查一下。男人没有自信不会成功的，男人必须有自信，自信有的话质量有，质量有的时候质观有，质观有的时候质变、质大、质相、质厚都有。没有自信的话什么都没有。质观、自信、质变、质量、质大那些你知道吗？真的。我就怕你自信到最后，你养的不是你自己的孩子，给别人养。这个100%的不是。那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啊？所以我给你，你给我不要插嘴，不要插嘴。是。又戳到痛处了，不要去怀疑。这是我第一个老婆，第一个老婆，真的。哎，这个好看，这个很旺夫。真的，第一个老婆是这个。哎呀，真好。第一个老婆。
从他开始1号，包括3号、4号，他是1号嘛？因为他现在在我哥哥的手里。在你哥哥的手里是什么意思？我哥哥在一起。你哥哥有几个？只有他。啊，就是你嫂子嘛。对。我跟你说了嘛，你们东主的老婆是他。现在，以前第一次我找过来的这个，我外面去的时候，我长得帅嘛，我哥哥鼻子有点大，真的说实话，女人那些有点不喜欢嘛。慢慢这个老婆带他家里带过来的时候，你们东主已经习惯了，他喜欢了。太乱了。什么乱了？干净的很呀。好，兄弟，我有点恍惚了。几点播的？啊，到了是吧？啊，你听我说，兄弟之间有福同享，这个有父同享，有妻同享很正常。如果我是个男的话，我肯定愿意跟你做兄弟，但是我是一个女孩子，对，而且我是一个汉族的女孩，我不愿意跟别的女人一起分享我的爱，所以咱俩之间这辈子没有可能了。什么没有可能？什么改入的关系吗？因为你也不愿意为了我放弃你那52个老婆，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共享一夫，所以咱俩之间没可能。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不可能在这感情不会在一起的是吧？我们可以做兄弟。可以呀。可以呀。没问题。没问题，兄弟一起玩。干一杯，兄弟。兄弟，干一杯。干一杯。好的，兄弟，真的。有好玩的叫上我。好的，兄弟，好的。从今天开始，我心目当中里面是1小时我的耿直巴的一个好兄弟。兄弟。真的。Let's go. Let's go. Yes. Let's. 这样以后有这种好玩的，或者是有漂亮的，你分享给我，然后我也可以一起共享。我不能想，我家的哥哥姐姐们也可以一起欣赏美丽的事物嘛，赏心悦目。如果以后我们两个兄弟碰在一起喝茶，喝完了茶，喝酒，喝完了酒，你也醉了，我也醉了，我心里面有点想切撒菜的那种想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坚持？应该不会坚持不到。那时候你兄弟我一定不会笑话你的，因为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你怎么飞也飞，飞也飞不高。作为兄弟我一定不会笑话你，一定不会鄙视你，一定不会就是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消化好的很呀，吃完了以后一点都不痛呀，消化特别好呀。我一定不会跟第3个人说这个秘密的，真的，兄弟，相信我。就只有我们两个一起去喝酒，这样的话，你不会切刹车吗？切刹车是什么？刹车，每个人心里有个刹车，上次我给你告诉了你呀。刹车？对。不用刹车，因为你根本上不了高速。上不了高速，提速都提不了，发动机都坏了，还谈什么刹车呀？别！太小看我了。你怎么又生气了，兄弟？你太小看我了吧！我那天坏了的话，我是一个那么
看着我吗？真的是你脑子进水了，真的。他们脑子不行啊，真的不行。他们不都说了，看重你的才华，看重你对他们好，给他们买礼物买东西，他也没说看重你别的呀。好，我打 OK 了，打今天晚上不做了。怎么了，兄弟？千万不要自卑，作为好兄弟，我这辈子都挺你，我永远不会鄙视你的，因为好兄弟怎么样我都不嫌弃你。你永远会听我的话。不是听你的话，我永远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第三个人。替你保守秘密，你不会告诉第三个人。对，替你保守秘密。这个也特别好。这个好呀，这个好呀，真的好。这个好是不是？对。我这个兄弟怎么样？义气吗？对，义气，加油那种。对，肯定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儿，这个秘密，你放心。我不说，就是你不说我不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第三个人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半知心知什么？就是再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哦，你乱七八糟的话，那些我的话讲给别人，别人的话讲给我，那样你不喜欢意思吗？啊，就是啊，对，就是这个意思。对，这个好，这个好。对。我也那些你放心，嘴巴多多的那种，我不喜欢，男人女人也。就是，怎么能让他们知道你这件秘密呢？不可以，知道的人越多越不好，不好。我保守秘密。你是什么保守秘密？就是说，你以后跟我说的所有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哦，这个好，这个好。对，我的嘴很严的。那今天晚上我很多妹妹在直播里面没有说，你方便的话，明天下午我给你打电话说，可以吗？说什么？我的妹妹。你的秘密我不是都知道了吗？还有很多秘密你不知道呀。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我知道了就行。最重要的秘密，其他的我不想知道。最重要的秘密我根本就没有说过你呀。我知道啊，我已经知道了。我说过没说过你，你怎么知道呀？不是，我已经悟到了。不是，我最重要的秘密，我心里想的有一个，这个不说的话，我心里不高兴。这个说完了以后，就心里放松的那种。这个话，我明天给你打电话说，可以吗？天哪，家人们，我太同情他了。原来不光发动机的问题，他有别的问题。呸！真的看到这，别你妈了，把我打的弄我的。他们等你，好的兄弟。他讲我看有这台车坐的，这操的他别你妈了，怎么送到一家找这个家长同胞，你家的等把也到对了，我俺去关注结果了，做嘛怎么弄？他家长同胞的你把3把3对了，3点的个是都跟关注讲个什么弄吧？等你俺这个缘分大哥都没再用错了，羊皮二手车，康巴大哥，菩提心大哥，空能把从嘛了，我俺去个关注结果了什么弄吧？看住，别你妈了做，我俺去个关注结果了，感谢我们的陈林，谢谢。他这么看上开一节每度3千半个件设计的家人的别人的关注做给了这什么呢吧？别你妈了，做老师可以小这个是你的小号吗，兄弟？这个是你的小号。我们的这个乌鲁加米大哥帮上，我俺这么子给嘛的粉丝生动走路的什么呢吧？粉丝生动走路的看着粉丝生动，我俺这个关注接着的家人3把的，我俺这个样。乌鲁加米大哥，你不要做，我俺去做的，可能乌恰亚上这个送你进。粉丝生动做过，他都讲，别你妈。我连了。
呀，这人就没谈就干了，都讲咱们不说的，他跑的要么走路去，那么你能的，你能的。我也不。这个那你的呢？他超过就菜了，这咱们是菜了的零呢。一句话没听。哦，对，这些嘛的，你怎么的？浪到浪，容易进比赛嘛，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实际也蛮高。你马路出也蛮的，那都是弄了腰的超过马路。阿上的那俺亲戚讲的，拍一把的，电工叫上你把的看你，我去处理说你嘛，这些装我嘛，家里这就做嘛你搞。可个你叫上给啥不能？一个钱个的噻嘛，在哪上钱个？用的那一个是可以。你现在放弃兄弟，你现在放弃。现在你要记得你妈今年或者不能你妈今年。妈个你妈的呀，那有你要记得你妈的要那我的媳妇看，也去弄。但其实你的名，我想是你要记得你妈的那你不是吗？看一下时间哥。哪走？哟，这人这个的，你声音嘛，你的哪里？呀，小车开的小车。没呀，时间片我带你。老次连月。我可以带你去，真的。要这要求就当啊，啥啥把人这你把干，那么你把那怎么走路走个么？从么的了，阿上个这样了，别你妈了，从俺的家么生着产你们看我戏就。说可以，你想去哪里我带你真的，去。这个那个钱弄一个就没有。我呀，你要记得你妈今年或者不能嘛，你妈今年看看。你们家可能你妈那我去啊。呀，大小车给你说，接着按紧的说。那他听懂了吗？对对，你那去。可以啊。开会了，对对对，开会了。啊。听着你那也。那也。这真好嘞。啊。我说的是的，他的句话。依然这个，你想依然这，就是知道这次了，让发动机。啊。发这句话的谁听？发动机没有人查这。做的就是嘛在搞什么事？人家发动机这里，老婆太多了嘛，的那个。发动机机上等着人啥个？你妈今年活着不能吧？你妈今年活啊？你妈今年活啊？我是娘的那是大帮我没几年，跟你几年就好了。你呀？没去呀，小子你们两个一对，我们一对嘛。陈主票老规矩。没有啊，我就把你的发动机换了噻，换了吗？那没有。呀。阿巴拉玛都中个了，成个了谁都中个了，阿妈成年个怕呀的，切切是票说的闭嘴啊！哦。对我的才都讲的。所有的大家。我们现在这就打小的吧。空卡检查了。小车 ，Hello。你妈今年不不能吧？你妈今年没去。娘的那些都小子你连拿就接的这个。我就把你拿嘛的，这不能拿出来，他就是。什么个人今年嘛的是了，是人都是个。人家人就把这蒙啊，光着觉得蒙啊蒙啊。他这个都要自由的精神。蒙啊，光着觉得蒙啊，这人粉丝激动一点做个了，这人家人只把的。不是撒娇，是今天要模仿吗？对这种。我说小车，你转过去，屁股就是。你转过去。都是这样的。我一下那个，哎呦，就是扭来扭去，那是真的。你裤子穿了什么样的？那长裤吗？那就可以。没穿短裤嘛？短裤那些不行。那行，那干啥？这个，俺都去旅游去，我们都得赶起来了，俺都不给我搞。哥嘛，长裤啊！大哥这意思，不是这样的。就是光那一个长子。
看到大差不多，要是咱们给不差不多。你妈这边不能拿俺这个你妈这边。眼睛都斜擦身的。哎，这些买了就让咱是不打。啊，国际法低一点嘛，这里什么？国际法低一点是这样的，你看啊，这样，这样。不啥干没走？把这个说的，把这个。我们啥干没走？嘎着去大姐的。是这样的。哇！啊，没戏的东西。哇！啊妈！等一下，先等一下。你妈老子这个哥们可以哦，老师。你要不打？好了，他今天皮卡狗在这里嘞。你刚刚那个动作转过去，然后嘴里面叫的，然后动一下那个。你转过去，你刚刚那样，嘴巴里面叫你知道吗？我天！能看的呀。这是咋不的？咋不的？这里有点没死了，我叫青蛙5个15个。哦，去的这个嘎噔起。我们两个是一组的，老师。对。叫青蛙15个。我这真的这个了。哥哥叫青蛙给的我个。卷啊，把这个卷啊。你妈听到地的只是不能这个这刚刚说。看不这这，我刚说后面关系。他说啥叫接啥把手出跳500块钱，这个500块钱。皮卡狗跳。多你一跳。来，哥哥家接跳的青蛙东看。或者碰的说个别对啊，怎么？他发这个嘛，怎么皮卡狗。卷啊！现在在没有上班吗？老师，现在在没要上班，等一下要去上班兄弟。大哈给我的陈总。娘。你。走。那后面敲啥嘛是？走开！呀！呀！哎呀，你这人别急了，惹你妈了！最后跳3个。希望我们专门这些呀，新年了。快了哥，快了哥。
个在家里很想要去。那空间进去就容不了。你关注那个好我Fogo. Oh, okay. Por konje pandang amare ti yamu dele re. Okay. Oh, pandi. Okay. Pick up gaga. Mari singi ma. Oh, Dur çigi ma teş. Dur çigi ma. Oh. Yani dur çigi ma da. Oh çigi ma. Ne malı to. Gel.别的我叫你别。小猫啊，对你妈妈，知道。Pu, daram picaco. Gerçi Çinci mi deş? Ngaruk cuma. Ngaruk cuma. Çare dikkatli. Çinci de comment ettim diyor. Cuma cuma gal komba çetesi. 你那今年的主播当班，我一直来这。 Dur kız tamam ama poşet diyor. Oya, tangan jonda sandroa. Ti, ho. 我都掉完了。主播当班娘记得自己的。Ya. Ne malı to tabu poş tari. Ya, au pau. Kuchote mai. Na taron ti çare. Jodo. Ya gidiyor. Ne malı. Çivan gagajain raçet maga. Ay, tare maskore. Normal sonra jashi çizo çi pande ne var şey pozok sere. 这可以报出来你。 Ne malı. Taçet son. Ya ta çenik çişi zo döskse çedi ta. 체 Çok nga böyle çünkü dösk zon döç mü der himno. 등하나 대도 고세 차린 저저저 뉴래 대대 진로사 문이요 무슨 계절 도자 Rosa niye çünkü gaga çet kdon. 아 오추가가리 Ne malı soru. 근데 저는 그 적샤니 장의 그 자로 쳤어요 Niye le şey? 당근에 저는 아 쳤도에서 노 전라 Niye le şey? 아저 다발 아자 주제되나 오들
con tu trò ma lo zogna ci to ta ji ci se na pse zo ta ten ci trò ma lo no ta to ri do le a ce ri lo ja ma o so na go da ke go le me ra kan jo yo nge po na nga po le ci to ta ci se nge ji se nya na pse zo ta ja ci ko to ma lo 去你东看先生。 我就有这些人那没了，这些的，可是做龙的嘛都这样，可是等那先觉得就是做那些弄嘛些，可能讲讲这些写的哦，这些弄做些，当年来写咋那个来写写的老家去，真的这是那个真的这。 这没那想过的事情，没那想过的。你妈了就是，那我记住，嘎嘎哦，实际天都怎么的，人家就搞的你妈了做这，等等嘞，这等等那些个啥啷个说，就多的些装的什么些的。哦，那个就是嘛，没懂得学习。我那装的，对呀，就这人去。我从上班那边我而且就这的让我超想你的。哎，你妈了，这基本上得给家进着了，就是客户上多交易。那样中来了，这人老家那样装的，你们的，他得钱你个得吃米去的，那么吃米去的，超个土地比个是了嘛？那土地钱那俺什么来干的？全家的过来人家俺过来，但俺这工作办的些就皮打过来，那你东下来是金个，俺这里嘛这是，你都懂这些，他点嘛就给这是，那都是叫你多少人家看这个工钱个没么子？啊这你都那样个，俺你都俺这的是全那样给了在这来看个。有个的了，没这样么大个，了来充满那些的，是家给的，家给的。 我那装的大个嘞，别叫老妈做这个啥子个？听家伙这片俺可吃做个大哦，家你们去，就家俺盘多来的，这家了这个，大家当我那些的。家了马先生那些的呢，俺老妈点了，老妈来了跟交通都没把这些刚用没，老妈做这几人嘛用的，没真的搞。家了的点了，干啥讲的？别在你上双人的呢？ 哎，你妈了，这说嘛，俺同不去了做那做个。我也这个干这土地的，我也这个土地的啊。人家就人家们家去了嘛，等人家人家去了嘛的，几啥的啊？要存钱。哎，你妈了。 老师们这有点么练他有点难，我最近要排队，真的是。也可以做。排队做个嘛的？ Hello，给那个看着。扎西的了，扎西的了。应该有很多那个。呀，说这条。咱怎么啊？多放总之是。 呀，咱我们玩嘛。我也给。吃肉恰搞了。那么啥不都？那么你把你吃做，你上做。这种嘛都吃，那么都老嘛你。哦，那么都老嘛你最后搞笑都上做你。俺我去了嘛的玩意，俺这去嘛的接进去。俺在家办的，这不是去了嘛的玩意接进去。可呀，老的别去。可嘞，可着吧的。好嘞。别在背后，别搞搞。可着吧的，可着吧的。可着吧的。罗西就是个的。可那家么的，连打在连着为有。对，他家么我嘛先这样，对安的弄从我去的嘛。呀，他怕送。 俺跟他拼多个了。对，他去了考马给啊，给么给个搞笑。我呀，这给什么呀？这。老板你真的认得的。可人家陈总来的节目嘛的。啊，陈总节目这么多肉下呢。好，他这半年对面喏，送怎么做的？呀，陈总怕送。 电脑书，教育怕送，哦，那是电脑怕送，呀，俺怕送，我也在这里看，老鼠，他真的是的，啊，不是，这了上个这个，感谢我们的浪子回头客。个吃饭，
吃饭就这样的。就这样去给。俺高校美女，啊，我去。就是给看怎么找个什么给？我呀，俺咋去啊去？哎呀，哎你妈，怎么干了半天看了要弄啥？没真正的现在怎么干了个东卡新的？那个人都。啊，re kan da re san dalu re ma jin chara zero chiru gegen shi malo 我呀，就这人都叫。 jana jana chiru tar kishi getu zo sa ro chinda manda zo gegen bi zo kutre 我呀，家咋的破了咋？ ngare jal zo ngare pel zo jana jana yo so tika jal zo do yo che sang e me te no che la bo ge re de ngare te no pel zo do yo che sang 我呀，呀，当俺走后， 呀 怎么叫咋的呀？ 要弄 班地给地俺要弄的，俺要弄的。要弄怕就搬的给了就不送。老妈，可给要这个些要弄的不怎么家了，是怎么老妈说？对你妈。呀，可要弄嘛得嘛个？可得我都想着在啥弄个别你妈，是咋个的？我他等着现在就上。呀，家里才进来嘛。我呀，爱情，爱情叫爱情。比如爱情，做啥的？等你靠盘的，这个靠跟单啥的，我电厂的嘛，这个，那等你是做啊，re吧。我呀，我呀，可给不是你呀？有。我家那叫得做啊。爱情。蛋。呀，人工做的挺好。爱情是真正的那些个的啊。爱情。 千奇百百相，千奇百百相，来了哟，是第干干那些了。来了呀，鸡婆子，鸡婆子，哥哥加油，哥哥加油，可可比香，可可比香。 哥哥爱姐在一边家。他多个是？听得走。哥哥爱上在一边家。别你妈了，这给门的，给这个没，给这个没。 跟那这个做的那边东西上了的，看清楚是哦。哥哥爱上在一边家。哥哥爱上在一边家是，你热来的。热热。哥哥爱上在一边家。考清楚之后可。哥哥爱上在一边家。啊。哥哥爱上在一边家。哦，电脑。哥哥爱上在一边家。哦。 可可家家，可可家家，可可家家是这，可可家家你是个啥子？可可家家，爱上在一边家是个啥？爱上在一边家。他现在啥子？不就他爹的？哦。别是这些讲的讲有对老妈的家，别你妈。那就给春讲的讲有点吃就是就给着了个。我呀，就会这里了，爱个这个爱个光那个这个。俺这别给做好。我呀，就呀。这个波就是去啊，波就是去蒙古了去。
蒙古了起码走蒙古了。蒙古家里做东西，人他走。他日他日子，他走。有在学的，就那这个。他日他日子，我大下了。Warta sele dia mati warta syar berap terang ngokuai Cina jago berapa syar sengot rekua setrekua bertasyar Nana tasa Oh, monggo kita monggo terera sih. Kenapa sih saya mata gay jadi mata kau? Gen kayaknya. Gema, temeno gema. Tabar. Oh, dia rasa ker monggo kena rasa setali. Ande zona sola ya gak. Ya. Tabar sih setali. Tabar. Larta shabria setrek. Hier maro. Ya hallo. Ya kan kau marah cuci saja. Utewan jaga ho taru wasit tahar wasit cut utewan jaga cu. Oh terasik. Oh terasik. Utewan jaga mikale. Ay cu hiza marara kamar cut terakia mau betul. Hor jadi orang doger hor. Oh, wait. Acora du trogra kata ce să tabi țandre zunga gegire țazo. Wait, tacho se ața repișe hu. Raje ta madile. Tatende drone de remate tate çöçören. Dande le pegi çaçema çak dege pegi. Oh ya. Oh, aconta ya tempos. Dugo. Zema. Arn. Oh, aconta ya tempos. Dugo ne anga țad de yo. Oh, te tempo. Tandrol mama mangen. Gönni mal. Diyor gegen kıgara yaşını mı? Oyo. Tandrol mama çela la tromo. Pırta bisin. Oh, aconta ya tempos. Oh, te tempo. Re dai maro. Oh, aconta ya tempos. Ngots yo gele chuchi ngi ngona. Oh, conta tempos. Mas oh, conta tempos. Are o ya mı dişiyon? Sim. Dare o yo aje. Jaga hejir la choyoz. Dios da mongo sakra. Jaga hejir la choyoz. Đi mô trao có dùng. Ya. Conte tempo. Ja ya hicirla çayı. Tindiririle mal. O re ne ari. Te tempo. Ja. Tazo. Yok. La choye. Jaga hejir la choyoz. Jaga hejir la. La choye. Osi choka mosizu. Você joga. Ne ara tsu a che nga ro tsu pe nga tengon chim za. Chula hiza manga. Chula hiza manga che de za tu zu ta.
这个孩子叫当妈妈的那个这个孩子，公多天不这个孩子的了叫，我是叫干么子子，我是叫干么？夜来面对的人中要怎么哭啊？夜来面对的人中呀，我面都要来些子。没都要嘞，我必须拉的人牵着走，必须拉的人牵着。他的个给，我差劲你没有的，可是那俺这里家给咋个什么给？哦呀呀！可是他说实际一张么的到底是这个是？实际给人咋起来的？对呀。吃饭要么给做各个要么些给嘛。我这马家做都叫了兄弟，去了嘛的，我跟俺俩几卡狗家站的是这人了家。哎呀，跟着。哦，你把公羊给他站的是这人，装完去了嘛？对了。给咋就得去嘛？就得上来的。哦。爱的西边是大家是叫了喽。他给嘛？配上。爱的边是他做的。啊？他做个这哪几个？呀，可以。哦。那时候，他做个这嘛，手指看到了，就看上来就往家了。看这个。爱的边是，爱的边是，爱的边是，配的爱该他做个呢。喂，你都爱只是这些家个人，他接着弄点当故事，没给人家的戏，这是。他俩做这事，是哪一个长的？就是他空家打电话了嘛，这俺给那起码前两天那看个给救人嘛，空家等你接不能打电话有嘛了接人走，他说俺那带来接送那嘛是那。哎呦，打的那老子几针去的，哎呦。呀，他平常。那帮的，这两个狗。哦，就帮他些个，给这帮他做个三个吃。人来接人的。他老妈他就兄弟呀，别这样别兄弟。我来用啥兄弟？给就是怕嘴他。哎呦。他嘴。这是。爱的多爱吧，谁懂么给你们？他做。你这个光嘛中，这个嘛中。爱的多爱吧，他做。他俺这爷子是抓了卡住。爱的就是爱的多爱吧是。做个他，爱的多爱吧。干种的这，嘎的，俺这呀，给你嘛，他那么做的，给各个那么做。有啊。咱就办的，俺对谁没？啊，如我也去打路子。我今天陪下去拉的，我这个困不着。他家里来就包也包那人家个当起来的，起来有的，人家家里在的就。没去zero，没去在讲个的，去在讲嘛。啊那，包一张他包了起来的，就我他家里就咋个呢？家看脏嘛，像俺给嘛去就人家就给了咋？有。长长的头发子，长长的头发。黑黑的眼睛子，黑黑的眼睛，好像是地方见过你子，好像是地。
不得过去不够。他不能。这是个好像是地方见过你，好像是地方见过你。美丽的干啥好子？美丽的干啥好啊？美丽的歌声花，好多好美丽子，我都所有的一朵爱好你子。说，就是个所有都是爱上你。这都能爱上你噻，这都爱一朵爱上你子。这都爱都爱上你。他这里，这皮来就是这给你的。这皮来就是这给你的。俺得现在给咋个给？我也是。俺得等俺现在给嘛，咱得给什么？我也是。哎，的袋子盖子，喂的带甩乖，袋的盖子，带的盖，哎，来不盖子，哎嘞不盖，来的盖子，热的盖，买的个盖子。背的个 J，有老嘛样的，有这皮夹在那了，现在抓，哎，你来子，有这时间我去不去什么过？哎，的盖。哎的盖，买来是盖，没嘞是盖，哪里找来的？这说唱一说了，说唱。哎，gay，白的是 gay。不是买，他说那个张说就是他就咋整了嘛？他给了你公主嘛，狗带走呢？人家叫人家买的这盖，现在做人家的喇叭都口里有了的。白的是 gay，哦，这样子。对面当我 come on 吃的菜有的这个干。Come on, come on, yeah， 这吃的菜有的。Come on, come on，啊，来是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现在那些的，那些就那些的 ，come on， 现在那些的，就是那些就那啥子就是，哦 ，come on，come on， 现在那些就是。come on，come on， 现在这个就是。啊，你给多啊 ，come on，come on， 是今天大些家老是上面的 ，come on，come on， 哎别来 ，come on，come on， 这个是。哎，过来，过。我也大家这他妈的那个，他的家给那这是这咋的这，哎呀这咋给？就找我们家下把进展去。家下把做的是吧？那做的就当我做的就当。这怎么去什么？啊！我得哥哥想想，摸摸蛋蛋咋个干什么的？人就哥哥想想摸摸蛋蛋就是用过，你咋？路子爱轻轻走，路子爱轻轻。喇叭灯按的那叽啥的嘛个？路子爱轻轻走，路子爱轻轻，轻轻不白走，轻轻宝贝，家是爱路西走，这是阿鲁西，阿妈是一个走。阿妈是一个，今年爱给给子，今年给给，阿妈是一豆子，阿妈是一多，几多好来子，就都还来嘞。啊，我给光着面弄菜的老家去hem家给俺光着的接肉菜的老家去干的接。那人家的地了的菜人家不对菜人家个地人菜的个，看给老要家给俺光着的接肉菜人，那你些看的去地接个菜人，那你些个，那说咋个的个？那他妈的，跟兰州配着。啊，这个是。兰州这个播出做了，我给他的。我的啥的？他的播出让我长的说了。光着的做肉菜人，那你些个菜人，去地接。我给公主把的更着了，我我包看看的哦。就是当对这个。我就去要进来。要咋掉不？看能对的，胖能对的。做完了。做么那些，大在弄。呀。
呀，接着啥的，进度还考给嘛？这进度上着去一看，你去这样。这怎么样？那你说吧，进度你会一点。那这天了吗？这接着啥？俺是糟糕的，说啥的接着啥？这说啥？看主播的咱呢？呀，我给你装。那做这个好的。关键是呀。打来嘞。搞笑直播个全都为了那敲个洞的记得，我他妈记的。啊。没洞的记得。没东西动。哦。点赞走起来啊，家人们点赞走起来，谢谢你们。点赞走了，这里了，这就搞出反正搞到就是这个。阿妹的要高。要高。错的那错。阿妹的要高。在甘肃了。阿妹的要高，一起不要走。阿妈这一个，一起不要走，不要下个花个热个哩。阿家伙这里，俺都不装么接了，阿家伙那几下嘛的。阿家伙这里，俺了光头去接了，点菜去接了，阿家伙这里，俺的热汤去干了个西班牙的没去，那么你没去烧大家。一起不要错过这个夜，阿妈这些个。别挂上马上，阿妈这一个，别上马上，阿妈这一个，你妈干啥啥？错结果不要错过，你妈。怎么解决？让我们看到了。东一个能不猜一个差的，之后的，呀，一大桥空调把这个洞了记得，我那时候那记，那么多记，公鸡这个结果是那叫几号？搞出反正呢，今天是三个了，刚刚好些噻。那至少拿过来这个的，这里那搞不一样么了嘞？但是这东咱们问个巧克。那个俺至少不大都有了嘛，这机器矿长不是说这不都要打了嘛？等下机器上了现在去找那了。对，但咱们为个了说。哎呀，我靠！真正能想靠赚的这个。妈这要高。这个他这当然是。你有意思些。我那种的这样。你那他你妈你那边你我家家什么他妈你妈你那家。欢迎说那样个。哎，没这到个地方，你俺看的工具通的。没借用。没这个。冷藏接的，可是反正要系统讲的电脑。我那种的干的钱嘛。没你咋个个关注结果都听不到吧？讲到电脑了，我那种的干的钱，25个人。呀，3、2、1，走！挂着去。这不是把弄加速度，走起！呀，看你懂这没一天啊？这个挂着去，我那种的挂着去。你妈了！俺老来去。别他妈！干了个那种的。咋的？去那高铁香港的公园，们这人那样。我哥哥，婆你妈了，走起来就摆个脸，那就是。那摆点个那是，我呀哥哥接人就，你妈了走起来，姐姐妈个有个，姐姐的有个，你妈了。我你妈了走的，可能叫他叫用是，他就会是的。
那也行。看，那我今天过去把这多大少去嘛？然后兄弟来的，等俺俩休息没咋当。人物是不家人咱们咋三个？哎呀，我那多那个，不家人咱们咋三个？他说俺这他公主不敢见嘛，他说。他叫公众这个呢，做卡巴罗亚的那做小，弄去做对头的。哎呀，你妈了总。那做把公主要了，把这点鸟有了嘛，点这个嘛就。他做罗亚小，弄去做对头的。做卡巴罗亚嘛，么做的。路安生我那中年没做这嘛，做卡巴罗亚做小。做弄的做对的。做的做了嘛的。哦，他骗你妈了做对的。我你妈了，这个人讲单讲哟。啊，如啊。那好几的十来个，那好几不十来个。这个哦。个人讲单讲，你妈了，这这个叫个提不提来，人家叫让看多都怕死不就？个人讲单讲哟。哦呀，大里的叫几嘛，空调把这个动物了嘞。啊，龙怕自己怕拉清多几么的。做卡巴罗呀，那做小。对呀。这些呢，公众这见到。我呀，他骗你妈了，自己的。我你妈了，做的人我这个日子不够。靠嘞，空调把的这。他叫做咋的？我你妈了，做的俺讲的讲有讲有的哟。这哪痛？当然的。那个中路在嘞，我这中路在嘞，那干的，那里嘛那嘛，那干俺那做把那就干个，别你妈了做干。我家里在嘞空调，早就没得。我没打算给家进来，点把血肉嘛呀，路一点子哈嘞，路年段在嘞。三把高效。啊呀，秋荣个三把，秋荣个真的的，来了哇塞，不中名的，你给家点把别你妈了中意。我也接了家。看个给好些，考个呸，上那看那日子超都才点的，那俺蛮着了个。我要个接人了家就呀。那做嘛，没都白忙的，就看些个子了，这个那真正这样的搞。我呀，看的些的嘛，别你妈了中。蒙古人单开这个，石家人单开这个，家里别个就跟单开这个，蒙古人呢，文土库白人是真的是不单的，别你妈了。他们两个鼻子有点像是。哦，鼻子就这样那我丈夫的哪天不在那家他给着的。鼻子有点像。我不他。